只个路是 CK124整起路火车头的路卡，睇中华全台唯一限材嘅台铁三线车库。CK124停驶嘅12年过后，总算爱重向港府维修人员提做最后嘅检查。整起火车按多细节维修无按简单，除了精密嘅人腔爱检查爱装，用到走路无所所谓嘅路位也爱钱。做100步有姿势，我要3點鐘到4點鐘叫啦。我用細路嘅，我搏個螺絲擋到啊，插檔插順，插低下啦，哦，全部用水氣慢慢嘅從我嘅水泵轉set，變做到很強亮嘅水液，就表示個路位就會有細槍啦。青蔥嘅油水一定要油，按冇煤炭是青島嘅，唔好行呢啲，冇行呢啲。個油水係冇拉花，將茶鏈嘅啦，都冇好睇，就較會較順快啲較過，係啊。無限次參嘅採訪線，看到人哋來採訪，現初的人工嘅整起路火車嘅交錯，古董機備嘅岩泥桶，甚至用嚟不用沙灘駕駛整起火車。你先開始咧，人要真打開嚟開火，哦，再手動樣嚟讓到咧，你要冇開啊，個火位一上就走到出來，火網都吞到出來。你冇做會掉咧咯，打過嚟哦，我見咗見猛了，哦，潮出都炒唔到嘢，要塞單都係是見高。工作係倆一定要來一來，倆打過一個，看，然後調整了整一老水嘅時間，整一老水也是調均勻嘅時間，因為在上。然後表示個9上個長嘅時間，表示水比來源比高爐咧。哦，然後這個要推起來，這個會前進後推了啊。你搞到有乜可以來啊？可以啊，你健康嘅背後速度在跌落，這一來一抬啊在。哦，這一點我睇睇一停了，一停就都來咗送咗去，哦，破咗啦，佢哋用嘢啦，拉把來啊嚟。哦，你當啊，所以慢慢見當，好，車停下來，做下嚟嘅。採訪線睇台鐵服務嘅20年，看到火車演出新嘅樣式，而同老同事對比起個韓國路嘅整起火車，有鐵拍的記憶同感情。現在是講嘅火車叫要上港火堂動量啦，哦，將每啲幾叫哦，每啲幾多鐘頭都躺喺度，每啲做到行蹤係路嘅行蹤嘅，所以我話等係講坐火車。結果我辦路社啊，左拜右拜啊，但係真當下唔到要堅持要到都搖拜拜啊。復試嘅時候，看到都一感通啊！啊，看整體上嘛，哎呦，行下去有個演出來，尤其係個順風嘅連港走去嘅，嗰種行業多正啊，多震撼嘅感覺啦。走到貴市內巡迴嘅火車總算歸路卡位，營業場台北機務團嘅工作人員都開始無限，有人睇為火車又粗又細，有人提做身體檢查。機務團其實都係火車嘅機體，人員要負責火車嘅維修、保養同調度。所以你摩打不穩定，你小地不穩定。頭擺老師傅教人演出走夾嘅吼，個人頭擺演武術學嘅吼，你哋會技術體育嘅就愛用做演出，看下嚟演出啲嘅啦，哦。師傅如果看哦，邊行會做，哦，所以其實會認真去做。
多數嚟佢檢查完，不過嚟檢查一遍。佢多數嚟佢可以用書安尼，檢查過嘅做乜？咩做好嘅？做好嘅，寫要做嘅，佢都比較便宜。多數嚟其實不便宜。清華警察就差古裝吼，天路較發精神啦，啊其他就較出力較忝一點啦，吼啊天氣呢就較要查，天路較麻煩啊樣啲，其他就還好。也將洗頭做來過辛苦，還會注意非常多嘅細節，有冇人氣好彩。唔過也勸客家鄉親一做路係2-3年。高質啊，客家出來就落鐵路，做了已經有37年了。我民國74年落來啦，哦，所以後係25年。我頭擺到南港待20年，來啊到依待5年有啦。啊，營業來正義炒埋㗎咩？做到面50個小時睇啦，我話講很容易就啦，嗱公家頭喎，佢靠到正日起來嗬，係咪讓老爺要保障，要退休金啦？哦，做安年一做就做到一下啦。大家都講動業咩哦，動手動業。還有動辛苦的事，但是客家人就很多嘛個堅韌不拔的精神咧吼。如果客家人也較硬頸吼，啊，呢個事吼就全部做起來。幾乎當然客家人咪很動多啦吼。總共係相對穩定嘅工作，既然做嘅都唔驚辛苦。為此嘅係也勸爭火柴嘅人，就算同火柴鄉下2-3年，講起火柴還係聽啊從新人嘅強用，還係睇得出做嘢嘅工作嘅驕傲。台灣鐵路，因為你點樣鐵啊？哦，有犧牲。人家台灣鐵路個火柴當多重啊，哦，冇可能特康就地啊，哦，你火柴像人家蘇聯來講，就台北基湖村就幾十種嘅，哦，學到完來對下來講嚇，唔係講全學嘅完啊，哦，係當要學嘅地方。可能火柴來去去，見證台灣鐵路發展嘅喜樂，也勸冇好影響點點嘅對人客安全做最後嘅把關，將對老師傅嘅學來嘅技術基因傳下去，總能一直放眼落點。